前面有座亭子，咱们到前面避避雨，休息休息。 二位，赶快离开这里！我家二公子要在这里休息片刻。哼，这位镖头，这亭子又不是你们的私有之物，更何况是我们兄妹先到，你们后来，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哎，石镖头，不得无礼。既然大家都在一个亭子里避雨，那么大家都是有缘人。 这个亭子这么大，我们各站一边就好了。这位兄台，麻烦你也把剑收一下吧。石镖头言语莽撞，我替他向二位赔个不是。二公子，请。 原来这吴二公子是个儒雅书生，那就容易对付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小心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姑娘。 求求你，帮帮我们吧！快起来！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，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，现在天上又下着雨，前面5里地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家，你能不能把马车借我用啊？那马车不是我的，是这位公子的。您帮帮忙吧！石镖头，要不然把马车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找接生婆吧。不行，万一这女子要是在半路生产，岂不是弄脏公子的车？ 石镖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区区一辆马车算什么？快去吧！不行，出门的时候老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可是眼下这二位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人，我不能离开公子半步。石镖头，他们2人一看就是面善之人，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万一这娘子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，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，惹来一世的晦气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快起来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！这位镖头，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，我妹妹的脸只是小时候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。可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同你一起送着婆媳去找接生婆。 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在这亭中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个办法好。石镖头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也好，二公子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好在押送镖车的伙计们随后就到。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。
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的大恩大德。来，快起来。我老太婆无以为报，只有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。来，这个您拿着，路上有。谢谢。你跟我走。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儿。慢点啊！慢点啊！何时天会晴？雨后的世界比较安静。听爱情的声音，在思念湖畔回声记忆。轻缠一波，曾经拨弄我的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何时才会清醒？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。我在黑夜等你到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今夕何夕？许多的愿还留在天边，心里的白发又平添。过一天多谢公子。姑娘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，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，请。不知你们兄妹二人是要赶往何处？我们兄妹二人准备前往京城投亲，只是这一路上路途遥远，盗匪众多，不知能否平安到达。不瞒姑娘，我这一车货物啊，也是赶往京城。若你们兄妹二人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路同行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在下吴应奇，家住昆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姓叶，双名倩影。叶倩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来，昨日在雨中，多亏吴公子侠义相助，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。我们兄妹且待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。不必客气，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，石镖头，不如跟我们陪饮一杯。走镖途中，我从不饮酒，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畅饮，恕在下难以奉陪。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带回到家中，我一定替你多多进美言。多谢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，多谢二公子容留我们一同进京。倩影姑娘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们昨日不是共同在雨中救助那产妇吗？还一同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！来，干！来，几位客官，赏点钱吧。给。谢谢客官。几位客官，小女子卖艺不易，赏点钱吧。拿去吧。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这位大爷。等会儿，
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上的银两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呀！去你的！爷爷，过来过来，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，仔细一看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他还没。石镖头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卑职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！快走！快走！老人家，快起来！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。哎呀，这把琴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没想到今天毁于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将古琴给我看看，说不定我能修好。公子爷，你会修琴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学琴，所以对于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劳您了。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师姐，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去对付石青红和他的手下。吴应奇看起来好像不会武功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我们制服了吴应奇，逼他交出永历帝的遗物，就一定能找到1号金钥匙了。然后呢？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却也是个心地善良的谦谦君子啊。吴应奇必须死。他死了，1号金钥匙也不见了，吴三桂和朝廷之间必定会相互猜疑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太不择手段了？师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大业。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仁。
我的衣服和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皇上的寝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让宫女们都拿去清洗了。别呀，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。李公公，你懂的。宜欢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咱家听不懂啊。不过你在进宫之前，你爹爹应该教导过你啊。进到宫之后呢，要少说话，守规矩，你应该明白。李公公，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故意拿走的吧？侍寝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能带，这是宫中的规矩，所有人呐都要遵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都给我精神着点儿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儿。哎，上面！师姐，情况有变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标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永琪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历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给京城权贵的礼物和云南特产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们就应该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们只是劫财，那咱们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永历帝的遗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况，只能我们先出手帮他们推敌。好，你先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想办法弄醒吴运气，让他说出永历帝的遗物在哪个车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拾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我的头好痛。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。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来。住手！
住手！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，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，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丞相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三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。我担心你，姑娘。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
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，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，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，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，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二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，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想不到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二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货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二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，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
倩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身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的明旨索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舒建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继续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隐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，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钥匙呢？倩影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，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奇。倩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
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李太医，快拿上你的药箱，随我去永和宫。厉贵人刚刚在御花园遇刺了。什么？还好没有伤及要害，他的伤我已经处理过了，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暂时还昏迷不醒。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在御花园行刺后宫嫔妃？今夜，皇上召见厉贵人，去御书房下棋，下至半夜才让他回来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瞧，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
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刚刚听吴应奇说，山西总兵舒建已经亲自带着200精兵前来会合，最快的话，应该明天就可以碰面。如果让舒建接管车队，那么就很难有机会下手了。所以今晚你一定要骗吴应奇说出金钥匙藏在什么地方。嗯，我明白。二公子，有些茶点吧。嗯。叶兄，倩影，过来喝点茶，吃点点心吧。
下来。倩影姑娘为什么叹息？公子的琴声，表面听起来很是欢快，可细细一听，里面又藏了很深的心事，让我心有共鸣，所以不免叹息一声。这是我以前最喜欢弹的一首曲子，可从来没有人能听出我有心事。倩影姑娘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公子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山西境内，明天就与舒总兵他们会合，公子也可卸下重任。不知还有何其他心事？你不明白，此次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是我主动向父亲请缨的。我倒是希望可以护送的越久越好，路途越长越好。哦，为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是借着此次任务来逃婚的。逃婚？公子已经订婚了。公子是平西王的儿子，身份显贵，想必那姑娘也一样，定是出身高贵，各方面都万里挑一的佳人吧。我父王为我定的未婚妻，是云南当地最大势力刀土司的女儿，名叫刀铁凤。她的人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蛮横泼辣。那公子，你父王为何给你许这门亲事？像我们这种出身显贵的子弟，姻缘之事早已是父辈们用来权势结盟的筹码。朝廷对我父王很不信任，我嫡出的大哥吴应兄，他被留在京城，迎娶了建宁公主，表面上是做了出身显贵的额驸，可实际上是被朝廷留作了人质。而我也是一样，迎娶刀土司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壮大我父王的实力。作为平西王之子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其实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对我来讲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平淡一生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执行完此次任务，怕是就要和刀土司的女儿成亲了吧？所以我希望这次的路程越长越好。可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他们会合。哦，对了，公子。你身后这箱子里放的就是永历帝的遗物吧？正是。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会合了，石青红始终是不放心，非要把箱子放到我这里。
不怕公子见笑，乡野小民我从未见过皇帝的用品，不知公子可否让我开开眼界？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。永历帝被缅甸王送回去以后，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。他身边的随身之物，也没有一般帝王的气象。不过你要看，我给你打开就是了。公子与我相识还不到1月，就对我如此信任吗？我相信缘分。有些人一见如故，而有些人日日相见，却相顾无言。这和普通人家的用度相差无几。难道都是这些衣物，就没有什么稀罕物吗？这流亡的皇帝，怎么也该有几件随身的佩物吧？永历帝当年虽然落魄了，可是至少还有一帮忠臣死士相随，所以金银珠宝也是有一些的，就在这个首饰盒里面。那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东西，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拾起来就好了。哎，这可是亡国之君的东西，怕是不吉利。你身为平西王之子，还是不要碰这些不吉祥的东西。我来吧。有劳姑娘。我原本以为吴英奇心思缜密，很难对付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轻松的就拿到了1号金钥匙。看来吴英奇对你真的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他根本就是个心思单纯的富家公子。他进京之后，如果朝廷发现这金钥匙被调包了，那他会不会有性命之忧啊？师姐，金钥匙我们都拿到了，你还担心他干什么？朝廷最好把他打入天牢，一怒之下再杀了他，这样就能逼得吴三桂起兵造反了，我们光复大明就指日可待了。二公子，卑职有失远迎。若不是半路遭遇劫匪，在下也绝不敢劳动舒总兵，还望舒总兵见谅。哎，哪里话，同为朝廷效力，二公子若有什么闪失，卑职如何向圣上交代，又如何向平西王交代？那就有劳舒总兵了。永历帝这批遗物可都还在？我之前特意将永历帝的遗物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，劫匪们有眼无珠，只劫走了其他箱子，却唯独把这个箱子留了下来。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永历帝这批遗物事关重大，
二公子可否允许在下检验一下？当然可以。请。这箱子当中可有一把金钥匙？金钥匙？嗯，这我倒不曾留意。啊，不过永历帝的遗物里有一个首饰盒，不知舒总兵说的金钥匙在不在那里面？石柄上果然有一朵白玉莲花，看来就是这把金钥匙。二公子，卑职奉了皇上密旨，要贴身保管这把金钥匙。朝廷让家父运送永历帝的遗物，难不成就是为了这把金钥匙吗？不知这金钥匙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？二公子，遗物您已经送到，就算完成任务了，回去也好向平西王爷交代。至于别的嘛，恕卑职无可奉告。是在下失言了。二公子，你一路车马劳顿，请至前方驿馆歇息，请。多谢舒总兵。老大，你装这副可怜的样子给谁看啊？这样不会吃了你。谁知道你玩性大发，会不会把我给吃了？不是，你真把朕当老虎了？好，就算朕是老虎，那你也是一只刺猬，浑身长了刺儿，怎么下口啊？在我眼里，你比老虎要可怕多了。一声令下，我浑身的刺都得被你拔得精光。朕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帝来欺负你了？大多时候朕都是把自己当成你的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过皇上啊？那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上呢？谈及国家大事的时候，那朕就是皇上；平常偶尔玩性大发逗你欺负你，不对，逗你被你欺负的时候，那朕就是龙小弟。那你现在是想跟我谈国家大事呢，还是想逗我欺负我呢？不是老大，朕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你商量。那请皇上回到御座上，我们正正经经的谈吧。行了吧？说吧。老大，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和一批大内高手去盯着鳌拜，但是朕毕竟是天子，金口于言，答应过鳌拜让他继续掌管自己的手下情报网，所以索额图他们也不好干涉鳌拜手底下的人正常工作。这件事情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朕想派你还有你哥哥去盯着鳌拜，跟踪他手底下的人，摸清他的整个情报网。除了索额图，皇上还派李太医和世淑姑娘，也都去了鳌拜府，暗中盯着鳌拜。那依你看，这兄妹二人可信得过？他兄妹二人都是皇上亲自挑选的，奴才不敢妄议。你大胆地说，无论你说什么，哀家都恕你无罪。谢太皇太后。奴才觉得他兄妹二人还有些本事，能为皇上办点事，对皇上呢也还算是忠心。可鳌拜却说，这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心怀叵测，那奴才也就分不清深浅了。现在皇上很信任他们兄妹二人，所以哀家呢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他们都是来自乡间的，却有些疑点。
还是防备着点好。奴才斗胆请太皇太后示下，让奴才也去鳌拜府。一来呢，可以帮着皇上盯着鳌拜；二来，也可以查探查探他兄妹二人是何底细。哀家给你一道手谕，让你自由出入鳌拜府。你要记住，探出什么，立马就要回来禀报哀家，切记不能惊动皇上。奴才明白。皇上没有怀疑你吧？哦，暂时没有。不过宫中现在正在彻查内奸，凡是你派进去的人，还有你的心腹，推荐进宫的宫人，都给撤掉了，基本上都换成了索额图的人。老夫眼看着就要落败，皇上现在重用索额图。所以，他想让你再冷静冷静，等你彻底想明白了，他再过来见你。难怪民间有句老话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”这个女人既狠毒又狡猾。当年她为了能让福临登基，她就利用美色去诱惑那个多尔衮。福临亲政以后，他又利用老妇去对付多尔衮。现如今，他的孙子玄烨要亲政了，他现在又容不下老夫了。还给我！公公在吃什么？李太医，你这三更半夜的闯入咱家房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咱们原来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以前的事情咱们心照不宣，以后在宫中互相帮衬。公公不必着急，我连夜来找你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公公商议。有什么要事啊？侄儿李建清叩见叔父。你是叔父，我跟奕欢都是李定国的儿女，我们是您的亲侄儿侄女。
原来鳌拜说的是真的，你们两个进宫果然是图谋不轨啊！我爹让我转告给叔父，希望叔父顾念骨肉亲情，在宫里对我们兄妹。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这绝无可能。你们不要再叫我叔父，我没有你们这些亲人。看来我爹说的没错，叔父心里只有荣华富贵，没有我们这些骨肉亲情。随你怎么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爹还有你妹妹，我不会出卖你们，但我也求你们不要再连累我了，好不好啊？不管将来怎么样，你们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早就当你爹40年前就死了，你们也当我40年前就死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们便不讲骨肉亲情。你干什么？李太医，我没有病，不劳您给我把脉。我不是在把脉，而是在测你的心。接下来我会问你很多问题，如果你撒谎的话，你的脉象便会出错。你果然跟你爹一模一样，对我的算计多过亲情。叔父，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们还继续从前的约定，心照不宣，互不干涉。铜匣？什么铜匣？叔父装什么糊涂？你刚才夜探敖府，并没有把铜匣带出去，所以这铜匣还被你藏在宫里。你说的是那个藏着藏宝图还有钱铭余孽名册的铜匣？那不是奕欢从鳌拜府上已经拿走了，后来又被皇上在永乐斋给找回来了吗？那个铜匣是假的，真的铜匣放在永乐斋被人调包了。你怀疑是我调的包？不是你还是谁？我知道叔父想用铜匣去换鳌拜大补丸的解药。叔父，你可以不帮我们，但是也不能去帮鳌拜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！叔父要的大补丸的解药，我能解，只要你交出铜匣，以后每月我会把大补丸的解药亲自给你送过来。叔父那个时候就不用再受鳌拜的挟制了。原来你能解大补丸的毒，难怪你敢背叛鳌拜。可是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贤侄，你既然能解大补丸的毒，那就赶紧给我解药吧。叔父变脸还真是快。刚才还口口声声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，现在居然叫我贤侄了。我这是没办法被逼的。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嘛。好，既然叔父想活不想死，那么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马上把大补丸的解药给你。这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你想想，这么机密的事情，鳌拜怎么可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呢？真的不是我调的包，你们要相信我呀。叔父要是不愿意交出铜匣跟我们合作，那我就不能给你解药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叔父，居然还要挟我！你讽刺我说我贪图荣华富贵，不顾骨肉亲情，而你们呢？你们就不自私，不冷血？从脉象上看，叔父的确不像是说谎，而且奕欢也跟我说过，你的确从来没有进过永乐斋，而且叔父也不会功夫。也没办法半夜从永乐斋将铜匣盗走。既然叔父不知道铜匣的下落，那侄儿就先告退了。哎，等一等，解药呢？等一等，解药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还有什么事？看在你替我保守秘密，还给我解药的份上，有件事情，我应该提醒你跟奕欢。什么事？奕欢之前打了皇上一巴掌，最近因为皇上林允生了病，这件事情太皇太后马上就知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不是你告的密吗？当时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就在太皇太后面前借机讨好。我不怪你。
不是我。你手里有我的把柄，我怎么还能在你的背后去使坏呢？就连皇上也认为是我，对我十分不满，我又不能解释，解释也没有用啊。那你觉得会是谁呢？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觉得十有八九会是索额图。索额图，他平时对我们还算不错。哎，那只是表象，在这紫禁城中，表面的好，那也许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。这索额图，他是顾明大臣索尼的儿子，以前有鳌拜压着他，所以他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你们替他扳倒了鳌拜，他才在皇上面前替你们说几句好话。可是索额图这个人，为人最是深沉，况且他是当今皇后的亲叔叔，而皇上又如此宠幸奕欢，他能真心对你们好吗？多谢叔父提醒。哎，你先别急着谢我。我在这紫禁城中30年沉浮不易呀，我真的不想跟你们掺和到一块儿。你回去转告你爹，咱们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各自珍重吧。叔父放心，你的话我一定带到。以后在宫里，我跟奕欢也会尽量少打扰你。就这样吧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哀家让你打探的事情怎么样？回太皇太后，奴才一直在暗中盯着这兄妹二人，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皇上很看重这兄妹二人，真是不寻常啊。从现在开始，继续为哀家看住他们，只要有点风吹草动、蛛丝马迹，一定要回禀给哀家。这